学婷9点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各位点书，各位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全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今天有后学来学习导读。恭诵论语里仁第4。子曰：里仁为美，则不处人，焉得之？子曰：不仁者，不可以久处约，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人。子曰：为人者，人好人，人恶人。子曰：苟志于仁矣，无恶也。子曰：不以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以倦，是人之所恶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弃也。君子去仁，不乎成礼。君子无忠实之，兼伟人。造次必于事，颠沛必于事。子曰：我未见好仁者，故不仁者；好仁者，无以上之，故不仁者。其为仁矣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有人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，盖有之矣，我未之见也。子曰：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，观过，失之仁矣。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子曰：士志于道，而耻21、20者，未足与义也。子曰：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敌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弊。子曰：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子曰：患于利而行，多怨。子曰：人与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！不能与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子曰：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子曰：生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曾子曰：为。子出门，人问曰：何谓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子曰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子曰：劝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子曰：是父母积谏，见志不从，又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子曰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子曰：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子曰：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此攻之不待也。子曰：以噎失之者，贤矣。子曰：君子义纳于言，而敏于信。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邻。子游曰：是今硕，斯路矣；朋友硕，斯疏矣。恭诵论语里仁第4第2篇。子曰：里仁为美，则不处人，焉得之？子曰：
不能者，不可以久处耶？不可以常处热。能者安能，智者利人。子曰：为人者，人好人，人恶人。子曰：苟志于人矣，不恶也。子曰：不以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以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弃人，恶乎成名。君子无忠实之兼伟人。造次必于事，颠沛必于事。子曰：我未见好人者，故不仁者。好人者，无以丧之；故不仁者，其为仁矣。不使不仁者，加夫其身。有人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，盖有之矣。我未之见也。子曰：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。观过，斯之仁与。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子曰：是志于道，而耻21、20者，贵族与义也。子曰：君子之于天下曰：无敌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以弊。子曰：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子曰：放于利而行。多曰：子曰：能与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不能与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子曰：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子曰：生夫，不道一以贯之。曾子曰：为。子出，门人问曰：何谓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子曰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子曰：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子曰：是父母积谏，见志不从，又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子曰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子曰：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子曰：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此攻之不殆也。子曰：以曰失之者，贤矣。子曰：君子欲纳于言，而敏于信。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邻。子游曰：是今硕，思路矣；朋友硕，思书矣。公说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莲花运正考山胜。落在中原山心地，大正四川王陶勋。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。鱼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间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。天发老母垂义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言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
无影，山前对河童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点化成君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修经学人胡说话，崂山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多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明统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巡礼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不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弘法显神通。扯起造曲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旗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教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崖弥勒尊。吾皇赐令记下生，收服南人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领常持念，绝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荡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看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行路径，练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时空，一空在口上空，是空空，六空空，八空空，十空手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训士训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李玉香，姓女洪思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。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岛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
南无南无当来当来下下生弥勒弥勒尊尊佛。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南无当当来来下下生弥弥勒勒尊佛。尊佛。南南无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南无当无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勒尊尊佛。佛。各位点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后学今晚学习导读到这里，学习晚安，大家一起诵经，谢谢，晚安，晚安。还有给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大德们，也谢谢大家一起诵经回向，拜拜。晚安，感恩前贤慈悲。护领任晚安。我们要是前贤晚安了，感恩了。护领任晚安了，再见了。感恩。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领任、各位护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江老师晚安。领任晚安，前贤们晚安。